鑽石係可以去到幾十萬，但係點解有啲鑽石咁平，有啲咁貴呢？今日咧就同大家深入去了解一下鑽石嘅秘密。揀選鑽石嘅時候咧，最緊要注重翻4C 標準。第一個 C 就係淨度 （quality），FL、IF 係最高級嘅 ，VS 咧同埋 SI 就係性價比最高嘅。肉眼睇唔到嘅內含物咧，價錢可以爭好遠嘅喎。第二個 C 就係顏色 （color），D 色咧就係最白同埋最靚嘅 ，F 到 H 嘅顏色咧就係性價比比較高嘅。顏色越黃嘅話咧，價錢都會越平嘅喎。第三個 C 咧就係切工 （cut），因為切割咧會決定鑽石嘅火彩，好嘅切割咧會令鑽石更加閃爍嘅喎。第四個 C 係重量 （carats），0.99卡咧會平過1卡嘅鑽石好多嘅喎，每升1卡咧價錢都會爭好遠。揀選好4C 標準之後咧，就要睇翻證書啦。大多數嘅證書咧都係由 GIA 同埋 IGI 證書，有證書嘅鑽石咧喺國際要求認可上更高，同時更有保證，價值穩定。但係只有30份以上嘅鑽石咧先會出證書嘅喎。最後咧就要睇下鑽石有冇藍光反應。咁咩係鑽石嘅藍光呢？藍光咧其實係一種熒光反應，因為佢喺紫外線嘅燈光下會出現藍色光芒。因為藍光嘅強度咧會影響鑽石嘅價錢，冇熒光咧就係最貴嘅，輕微熒光嘅價錢咧會比較平，強熒光咧就係最平嘅，因為會影響透明度。記住呢啲知識咧，以後揀鑽石就唔會蝕底啦。想知道更多寶石嘅內容，記得追蹤我哋啦。